心无可哟，无错我的心爽。闹热大擂台，闹热向下來。各位前嘅普羅強啲節目，大家好，我係羅時豐啊。大家好，我係朱海娟。係啊，前兩禮拜啊，呢 PK 賽吼已經過一半嘅，過一半嘅，剩10個人嚇，還有10個朋友，哦，也禮拜邊啊咧。阿哥還有剩一半的人，還馬蹄等敗不復活。敗不復活，對，希望佢就全部都會轉來。因為那一半裡面啊，還有真的有一些真的很可惜的。真的。哎呀，希望哦都是這評審先生。佢本來唱得好，哎呀，拄到伊咧比佢唱啊行好誒。哦，他這才有所有。好是。好來，今日今日比賽之前介紹下評審。大秀欣賞，請這個欣賞，請四個欣賞，6個欣賞。這個8位嘅參賽朋友看 TV 出到滿人來。係。鄭一子，歡迎。真的都舞台動作。嗨，葉振基，你好。主持人好。哎，你好。你今日啲拜託乜嘅呀？個冇不同冇主動嚟睇嘅哈。緊張啊哈。一做啊墨菲定律啦，哎呀，冇主動啊，就會主動。因為拄好師兄喺企喺旁邊嘛。搶網以後啊，來，處理咧，哦，哇塞，他很強。你怕他嗎？你說什麼？他很強吧？他很強吧？不知道他強不強啊？上來比了就知道哈。批雲來。批雲。各位主持人好。係。唔做咩？今日心情唔好哦。我。冇嘛笑容。冇笑都冇呀。對。佢講當強咧，樣辦？啊？叫咩當強啊？當強啊！嗬，強對強。樣佢啲咧，比賽都唔能樣啦，係嘛？你今日帶咗馬哥？好地阿爸。好地阿爸。挑夫。挑夫。挑的。哦，挑夫哦，我啦挑夫，好嚟，彈我啦。這條歌的有3個的評審，也有說有跳的密套，佫有流行歌曲的風曲，所以我希望做得老佢唱出來好過關。今天我带了我的应战歌曲《后代哑巴》，我一定不会被你们打败的，加油！路路路路，一生命，送起微情一扎家庭，风流茫浪，你撒呀到天明，
拖拖棒棒一家人，无论太细都爱靠近，也有欠背调，唔爱一天怪别人。爱阿爸出世在穷人家。 总是艳阳茶，也唔爱对怪白衫。爱阿爸，山盟有故家，风了有几人啊茶，保护那水呀条，什么爱阿爸。 ngày xa buồn nỗi cái ca, hồ tê yêu ngày cái à ba, buồn ngày không khi chỉ mãi yêu cha buồn nỗi cái ca. 是哪个？你讲真的，今日唱得非常好。唔敢讲批云唱得哎呀，你要整季。当好，你今日出道怎样？不错啊，以前看过他，现在跟你比起来嘞，你刚刚那首歌很轻快，也唱得很俏我也皮。尽力了。是啊。不过其实我刚刚看你唱，感觉哦，有点回到白光时代那种味道哎。哎呀，有那种群星会时代啊，那个哎呀，唱的那个感觉也是有。 哦，年纪吗？小时候看太多了。我不是那个年代的。喂。哦，你看到哦。来，你用 V 唱到用吧，你要唱高欣赏了，好不好？叶老师。我全爱建议讲吼，你做的那标的位莫强，你都没有唱到后半段的时候，他开始赶动作，开始有可爱的动作，你就走马跳就可以是做的走嘞哈。 所以加油这样，好不好？好佩君哦，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特别喜欢佩君的一点，就其实从来都各位讲，佢唱讲法，就看讲到爱给的时候，像这个高音，他就跳一下，轻轻就过去了，他不会就是爱给啊，把这种感觉就不像了。哦，有的人爱给，对，他刻意把它，他刻意把它消掉，就是整个讲话就有起起落落哈。 而且李亚树国正好也很适合他，因为他的字很合音韵。你唱对了剧中讲法哎，就一直带过去讲一个故事。김부희故事是讲的不错，然后呢，因为他讲的不错，然后用讲的那种方式，手放在这里，影响还没有到太大了。哦，对啊，不过汉拜在唱别的歌的时候，记得麦克风尽量就不要去。 手绝对不要碰到线圈哦！对了。哎，所有的朋友们都要记得这一点，好吧？好，安志这样。你要知道，我们这一支麦克风20-30万呢，开玩笑，对吧？不是像一般卡拉 OK 几千块而已，对不对？不是按你拿了哈。对了哈。下次我冲的时间我跟你拿啦，拿本冲。好，来，快给你们分数了哦。哎呦，88分样有过关了。有的，快哈！整一整的分数。 过完我咱88分啊，咱过去get啦。哎呀，多过关，嘿。感谢欣赏，感谢。好，先忙事感谢嘿，哎呀。我一个月先感谢好啦。感谢个分数也忙出来啊，哎，来看一下。批云的分数。安尼喊我感谢嘛。 冇啦，也意思係講以前感謝我咯。不過我有發現一個現象哦，明明
罗老师的分数都没有很高。对，两位的分数，你看人家都23、24，你要21、22啊，哪天的奇怪。好，叶珍姐姐，第一的哈，我要参加今日嘅杨家，因为也开始已经不是在海选的阶段，也不是在试唱的阶段，也慢慢的，我要把我的网越缩越小了，所以我的门槛。 其实唔单止矮了，我相信4位评审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慢慢的把门槛越提越高。啊，其实你今日创的也唔係唔好，我先講唔好嘅所在，有2個地方創出來讓我覺得有京劇、京戲嗰種味道，就是這個高音上滑的時候，我記得應該係落水矮張最小，給它最小那個滑梯做得很漂亮。 这是今天你地方让我觉得很棒的地方，但是，我今天觉得说你有一个比较稍微严重一点的问题，你今天的弹音很重，这是我扣了你一点小分数的地方，黑暗的啦。不过基本上，你的喜感、你的各方面的，我还是很喜欢的。喜感，他很喜感，他唱歌的时候非常喜感哦。哎，你看他最可爱。我今天讲一个他最可爱的地方，在等前奏的时候，他是这样子哦，很认真在听前奏，然后点一到的时候。 各位观众跟的，然后就出来了。回去找梦，你看一下那个地方让我很喜欢，对啊，很认真在听哦。对，然后就各位观众跟的，那个地方我觉得哦，好喜感的。他如果今天是一个相声演员，一定很棒。开玩笑。后来加油啦哈，就这样，谢谢。好，是这样子，我跟果陀老板有认识，给他介绍你去啊。安排你对演一个角色。好，安尼今日签10拍了哈。 哎呀，连败不复活，好不好？哎呀，恭喜佩云哈，恭喜，继续加油。我们回座休息，好，继续。来，麻烦了。恐怖喽。11，来，吴如意来到舞台当中。来。对，你们两个是玩到没好哈。 系啊，还好，还要追赶你上边时间吼，对啊，都不如意，不如意，来，请讲慢点。陈东良，哦哟，嘿，佢真的懂会唱，系啊，好，哎，就拜托我们出道去哈。好，哎，你用宽头，哎呦。啊，唔係，出到音樂啊，歡迎來到舞台當中。嗨，김姐姐，你好，要講gì嘛？冇用，我搭三組鏡。搭三組鏡哦。要講gì啊？冇呀，係啊，實力當好哈。 很迷戀你手弄弄個，啊，不講一樣個，其實心裏邊還好啦。還好啦，客家人親客氣。啊，唱咩歌？幾年級？我唱秋實。秋實，哦，按呢？清官。清官，好，來彈過啦。今天的拼配賽我已經做好準備了，接招吧，加油！ 天当云斗夜不明，笔筒都水不清。河中山多难移江，阿哥情多难了心。 心莫动，愛記莫送單身歌。悠悠莫開送讚
送单身歌。 我今日比我来高悬的，我度过一关，我只可以上书创造艺术，我喜欢的流行歌的。虽然讲很多蛮好，但是我自家要认真加油。 秋日梦乡心，相思隔水城。夜夜走不阳，家庭思乡情。中秋夜演出相见，夜下恋情，紫金挂在心，伴紧来初生，离开心爱的人，故乡茶盏两分离，今日在哪里？ 中秋夜演出相见，夜下恋情，紫金挂在心，伴紧来初生，离开心爱的人，故乡茶盏两分离。 今日在哪里？看是谁？哎呀，梁美已经创得了哈，相当有米头。啊，伊有米头了哈，梁美就伊要创，哎呀，梁美知道对方创东样板，冲动货。 没有，有麦克风的啊，人家的哎，不习惯，紧张他们关系啊，还没紧张啊，无呀，啊，看不出来呢。同伙哈，哎呀，按知道几嘞？如意姐姐的，赞，你知道这个创的动赞？我自己创的较好啦。哎，不过创东样板啦创东样，板啊，也现场一件哈，弹出来，弹出来，来，这位老师，这位老师，正经弹出来哈。我知道我特拜来做老师的时间，我最爱看得出的 PK 赛。我蛮讲，出枪老太哥讲的，这个叫墨菲定律。你看呐、亮傻唱的歌曲，这个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感觉是七言绝句，一个感觉是五言绝句，整个是哈嘎诗歌的对决之外哦，他们还是气质的对决。亮傻还 key 着真劲当好，那。 就在比较什么？比较佢哋有偷了嗰位時間偷了有錯嘛？那這兩才上先正經當好哈，特別係兩才上面嘅辨識度當高，像吳如意啊，佢從一開始從當到佢，一開始聽佢演出之後，被他的聲音吸引住之外，然後他每一段落他都有表情哦，然後只是可惜的，佢當到音帶唔下去。 哦，像蛋神200的蛋神狗嘅蛋吼，全部下不去。有送有
心无道，爱记无双单身歌。来龙讲，有想是唱国像这种音域啊，你低音驾驭不了的时候，有想是我们用那个技巧叫做什么？我们把叶老师每次说的口语化，你气音再多一点的时候，弹升高的时候，你就会把你下不去的那个稍微掩饰一下。你下次试试看，莫讲啱爱唱，你就带唔下去。几条歌位，除了20地方，还有嘛个，还有大按摩个地方。大按摩你唱了，你想要把它转得很漂亮，结果太规矩了，反而很像机器。好，按你出无感情的地方度诶，你首歌曲出2地方来对你还有一点的意见的地方，不过人上堂要懂扎实。我觉得你唱这首歌以后堂，只要你把那个你音乐的问题改进一下，你专一次看啦。那金允这不是讲诶，给他上一出来，我觉得我根本就不要听耳机啦，我就是看他表演，因为佢稳，佢当稳，佢搭团咯。不管係上，也係通奏，也係給他眼神來看鏡頭，給他眼神，他整個就是一個非常有氣質的老師也好，或者是一個音樂家，啲創作本堂，還有另外兩首歌叫 TP 的地方，像大按摩啊，還有如今你在哪裡嘅地方，他們這首歌的走法都是一樣。你說你專一看轉播哈，彈下金允這如今你在哪裡那個地方，唱得太漂亮了。在哪里？古所讲，量晒份书排声係知道有落差。好，雖然講，因為同樣嘅歌嘅，同樣氣質，同樣音質，一定會比出來。好，不管分數樣版型，我都希望量晒做得留到後輩，我做很好看的表演，希望量晒。对。看他是检查都提来。好，来看分数哈。以1分数。你会有怕的人吗？有，就是我们的，因为他说看一个见一个杀一个。假使要來心，不讓你變心，只怕來生難再相遇。看他是检查都提来。好，来看分数哈。以1分数。全部一致。哎呀，恭贺诶。哦，谢谢老师嘛。要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哈，哎呀，先不用谢哈。还有他的分数来看一下。李金允的分数。谢谢老师，请国就是你哦，容易呢，哦，哎，还是哦，如意姐姐，枪死是拍了哈，看你拍不败不复活嘛，好不好？休息一下哈。啊，哎，大家容易哈，谢谢。哎呦，恐怖箱，哎，我们今天拿到了啊，好，拍谁哈？我下次要准备银杏。老了啦，对不对？看不出来。哎，来了。 3米。好嘞，欢迎来到舞台当中。谢谢美女。你好，高材生，你好，你好，研究生哈。是啊。对。你会有怕的人吗？有啊。你研究到你怕哪一位？哦，真的超级怕，研究到很彻底。很彻底。唱完了。就是我们的栋梁。哎呦，每个人都怕你耶。对啊，因为他说看一个见一个杀一个。哎呦，你完全编的呢。这么臭屁啊！有。那试看看好不好？看你运气如何嘛，出到几来。欢迎栋梁来到舞台当中。主持人好，哎呦，这一段又是一个精彩的画面了。是啊，哎呀，你看你就是一个魔王，哎呀。对啊。哦，那所有的参赛朋友，佢已经要亮美啊，温度这个强啊。
没有，大家都承让了。没有。票班安的歌唱比赛啊，都没按讲义呢。哎呦，你今天哇进步很多了，你以前不把他看在眼里就对了。因为我不知道有他这个人。那一样嘛。好吧，既然2位对决，就拿出你们的本事来，好不好？哎呀，那带了马狗，掌中印。哇哦，一条模糊窗哎。你呢？山下恋情。山下恋情。这首比较简单一点。啊，没人。哎。靠冲。当然。今日係 PK 賽，雖然和你當競爭，全部都是可敬的對手，但我信心十足，希望大家讓我加油。高山东沟天边云呢，海风卷起风花裙呢，叫出阿哥一身魂呐，赞叹花开走风春呢，数片数是心来准，面对面是等追寻，相亲相爱情难分，前世修来好缘分，根本情受困，油菜草呀炖，不管命上평全村呢，数片数是心来准，面对面是等追寻，相亲相爱情难分，前世修来好缘分，根本情受困，油菜草呀炖，不管命上평全村呢。今天好紧张哦，是 PK 赛，真的是好紧张，好紧张，大家都好强哦。但是我已经都准备好了，今天来一个我杀一个，加油！相知相爱相思，缘家爱，手枪风中的花蕊，短暂又美丽，掉落随风去。看黑眼的缘分浅，注定难相守一生。看黑夜路断了线，念多情人空遗憾。假使有来生，不让你变心，只怕来生难再相遇。茫茫人海里，奈为情多年，让爱在你手中留下印。假使有轮回，不让你变心，千山万水也未寻到你，放在你手中给你，让爱在来生相依。假使有来生，不让你变心。谢谢。哇哦，迄假如讲吼，今晚嘛迄参赛者的发，喂，我讲以后。哎呦，我会怕你嘞。跟着呢啧啧称奇，有没有？我还以为你是
刚刚那一句为什么唱成这样？反应反得多漂亮啊！好好听哦，栋梁，我现在会怕你了耶。谢谢。对，你会怕他哈？那你们再比一次啊。哦，那还是看一下许诗慧老师怎么说。对。OK， 夏梅姐姐，其实我很欣赏你的气质哈。其实亚叔各位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听到 twist 的感觉，其实是一种很 happy 的感觉。来，刚一个气质美女要唱一个 twist 哈，让我觉得有那种很跳痛的感觉。不过呢，其实亚叔各位，按照我对你的感觉有几个想法。第一呢，就会讲，刚刚我们老师有讨论讲，你今天起的 key 好像有点太低了，所以两个 pitch 没码准。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其实两个表情一直很到位，我很喜欢那种，就是带一点那种娇气的那种 twist， 想要跳起舞来的那种，想要自己要开始要飞舞的那种感觉。可是就是在 key 的部分一直会 hold 不住。高山东沟天边云呢，海风卷起风花裙呢。两个嗓音就是说训练的部分，就好像说我们在学习过程有分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我们讲两个嗓音，不来讲，就还是有一种青涩年代。可以感觉就是会希望说，我会希望你的成熟度再厚实一点。可是就听起来好像是高中要上大学那种感觉，还不到那个我希望的那种成熟感。好，这是。你说很好嘛？体声感，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说比赛的时候，就会有一股缺陷感。好，这是一个啦哈。但是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可能再继续的让他能够有一点点，就是可以多训练他这样子。那至于那个我们那个栋梁今天表现的状况，我比较有点战战兢兢。好，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的咬字今天有点严重。的不太准。第二个是你的 pitch 一直会有不稳定的现象，然后你让我觉得你不太放心在歌曲里面。意思黑讲，就会讲，感觉歌词好像对你来讲是一个负担，而不是真正 enjoy 在歌词里给你的那种想要唱出它的那种情绪。这个是比较让我觉得比较压力有点大。其实我很看好你，可是我再问一件事情，就是有没有人教你讲客家话？有朋友。有朋友是不是？我希望能够再加强这个部分。我觉得太可惜。如果说你在咬字上面呢，一直都会有出现，因为你的比例太高了。如果只是几个字，我们其实听起来是 OK 的。可是现在比例太高的时候，我们反而会下笔会下得有点困难。这样好啊，这个是我对你的期待。OK， 谢谢。好，你这。你那个客家话学到什么程度了？就每次要练的歌啊，都有朋友会一句一句的教我唱。那一般那种 conversation， 可能没办法，听可能听得懂一些。汤油啦，对。哦哟，然后讲可能比较，因为有些音不是客家人，比较难发。没关系。多学多唱，好，尤其用唱歌来学客家话很快。好，就像我这个学英文一样，到现在还学不会。不是你拿恐怖那么快拿出来，是要让他们抽下一位？先看分数。冯三米的分数。谢谢，谢谢。刚好过关。来看看栋梁的分数，来，请栋梁的分数。栋梁你才89分呢，大家都以为90。所以今天的分数对你来讲没好的分数哦。对，要再加油哦。有。那我们听一下我们叶教授。感受对栋梁说了哈，栋梁因为你不太会客家话，可是你在唱歌的时候，因为廖叔哥真的唱得不好，我建议你就是有朋友在教你讲可能念客家话没有错，不过你的朋友有没有教你说在唱歌之前用念的，或者是用干唱的？像这个地方我就不晓得，如果你真的有的话。你的几个 pitch 都不应该会不对的，
比如说杭吉布鲁，韩国吉都风雨路，那个吉在客家话里面，它是应该有一个断音的，小断音的，而不是韩国吉都风。这种感觉你就会拖下来，必须就降下来。杭吉布鲁，韩国吉都风雨路。但我的意思是，要唱客家话的时候，你有几个办法。第一个，你把整个不要讲说单字怎么讲，讲完了以后，它还有一个连贯的，有的地方要断，有的地方要切，然后你把它串在一起讲一次，再加上旋律再唱一次，这个会进步很多。对。同时跟我们这个Sammy 也一起讲，我觉得 Sammy 今天其实你真的很棒，除了今天那个你定的 key 是不稍微低了一点以外。另外一个部分有几个地方我要特别嘉奖，所以我给你的分数甚至比超过栋梁哦，因为我觉得你太在尾巴，他把一个 twist 这么快的歌曲，这么摇滚的歌，后面加了很多哈嘎闪国尾巴的又那种东西，都很甜很漂亮，所以把这首歌的精神全部都加出来了啊！所以下次如果有机会，你把这个调子再调整一下，重新再唱的时候，把那些地方表现出来，就会变成在快歌当中。有山歌的味道哦，2次不得了了哈！这特别的鼓励你，好不好？好，谢谢。好，是这样，嘿啊。这个不过栋梁哦，讲真的要创客家歌，因为佢咩客家人，系啊，对佢嚟講嘅動態挑戰啊，哈。對。哎呀，再加油，好，多練一下。好，那恭喜你過關。恭喜你，謝謝。抱歉啊，等待拜不復活，好不好？好，哎，排隊哈，謝謝兩位。好了。存到了2 V， 最后一组哈，郑天韵。郑天韵，另外一 V 啊。一聽係你嘅，林聲。好，來分享2 V 來到舞台當中。好。2 V 好。前面是好。哎呦大人又要欺負小孩了，他年紀比較小哎。他年紀比較小，把就抓當哦你。哎呀，天韵，嗨。你會怕他嗎？會一點點。會一點點。我帶了把狗。月夜想君郎。哦，日夜想君郎。想君郎。那唱馬狗。心肝寶寶貝。哦，想君郎以後心肝都寶寶貝了，來，彈開啦。我很喜歡唱歌。面對這次比賽，我會以微笑來贏得勝利，加油！喂，什麼呀什麼呀，有個想法從高見。主演有演，行一路來又長，行一路來就長，風吹柳樹搖呀搖。什麼呀叫又叫，什麼呀搖啊搖，本應該心肝寶寶嘅飆飆飆，多情郎呀多情郎，多情郎。情濃，萬年有福氣，老你雲煙過一生。
按到去参赛站，加上年迄个吃到最有穿透力的一个声音，唱了真劲动后，完美无缺哦。按照米来讲，请讲出到没？哦，来看迄边出到去来。强贵伊都贵哦，出到的真的多哦。 已经流亡我上那些。今天我演唱的歌曲是《月夜想君郎》。这首歌呢，我准备了很久，而且在今年的竹东天川日拿到前6强的那个成绩，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也会很好运的，可以 PK 成功。 国外唱的是否有咪托呢？哦，哎，两咪唱的嘞哈，还是要请教一下老师。这位老师，哎，婷玉妹妹，你刚刚唱那首歌曲正经，这位老师弹到没讲咯，心肝爆爆表。你看，你手起来就当好啊，你跳紧张爱唱嘛。你一听懂，你听得懂客家话吗？听得懂。可以哈，我要教你一件事，我唔定係上班有人講嘛，你一聽來。 當你哼唱，不管有冇事冇，不管面樣扮戲，一聽到就講嚟講，我聽完當講當會唱歌誒，因為你一本很太假的感覺，所以你完全沒有自信，你知道嗎？包括你唱這首歌，你從一開始我唔知呢個歌曲嘅一開始樣版
给走反。你一开始剃金啊就吃到，好像敢拍又好像没有，又好像要表现很有自信，其实你没有自信，你只是好像可以，但是你没有。然后俺们论堂的那个版本啊，风吹柳树摇啊摇，风吹柳树摇啊摇，你刚刚唱嘛个摇啊摇，你就是你会听着，我一直听成是呕吐的呕，你是听哪一个版？还是你唱错了？是唱错了，对不对？梁树歌曲应该是摇啊摇，然后可能因为你紧张，有几票抖起龙啊抖起龙，跟着你也吃字了。抖起龙呀抖起龙，抖起龙呀抖起龙，马年有福气，老年运眼过一生。好，你可能就像叶老师讲的，大摆唱歌的，就像读书样，一听到大摆用歌词念一遍，清唱一遍，再个加上音乐唱一次，根本你啦，如果你失败了，这位老师要跟你说这是好事，因为你第2位得到嘛，得到的嘿，我重新再认识庭云，来这家。好，跟唱歌的部分，也外形的部分，以后你就要这样漂漂亮亮面对大家，然后唱歌更有自信。你如果今天真的被淘汰了，俺们希望下摆这个了，俺看到冇强到你，做对冇？做对。做对哈，加油哦，笑一个。你看看你笑起来多好看。新宇就不用说了，我们刚刚从第一节时间，哇，叶教修老师的赞叹声从第1句到最后1句都一直，我一直想说他心脏怎么？你怎么了？是因为有小蓬裙的关系？没有，他一直说哇，他的声音好好。我也承认，我觉得新宇你会说客语吗？会。会哈。我讲哦，唔过根本按道理参说一下，给他上映迄爱吃到最有穿透力、最有穿透力的一个声音哦。他的穿透力很好，他的声音的穿透力很好。然后，你张一宽哈，一轮明月挂天空，班牙鼓席向云龙，你大摆2句都唱了真劲浓厚，这2句是完美无缺哦。一轮明月挂天空，班牙鼓席向云龙。我觉得是没有得挑的。那我如果硬要挑的话，就是你可能给。你要上可能是200个青龙哎给狗的手唔起哈，你要下次我教你，就是你丹田再顶一下，有时候你如果硬要唱的时候，其实唱不上去，其实你轻轻顶一下，轻轻的就上去了。毕竟这是一个语助词，所以它可能轻轻的就好，你不用唱太用力，这个歌就更完美。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就是提醒你的，唱歌这个它刺眼的喂。再自然一点，你不用每一个都要，不用。其实靠你的声音，还有你的眼神，就可以把这个歌加到很高的分数。还有唱歌的时间哈，你要嘴型要注意。你有时候嘴型没有长得太开的时候，声音还有音色就变太稀耶，声音都会扁扁的。所以你回去要练习啊、一、乌、诶、哦，就这样子练习啊，不然你每一个字都太扁了，把这个歌。扣掉很多分数，不过你今天真的表现得很好，恭喜你！谢谢老师。谢谢。我感觉说，哇，你那个窗都你气喘了，对啊。对对对，没有叶老师喜欢看人家穿小蓬蓬裙。哦。因为上次我穿了一件小蓬蓬裙，他说哇，海俊穿真好可爱。哇，这真的怪叔叔。没有。参赛者都可以换蓬蓬裙，栋梁也可以把它换上。换粉丝。嗨。来看陈庭云的分数。基本就较来一点点的，唔怕，唔怕哈。好，来，我们现在看一下那个林贤仪的分数。没有，我就说大人欺负小孩吧。对，因为他是有对象让他想，所以歌的意境唱得特别好。哦，因为对，他身临其境。哎呀，老公常常都不在家。都有在家。有在家哈。对。哦，奇怪，那怎么唱那条歌唱到有迷头？妹妹，我看得出来你也还懂干苦。眼泪已经含在眼睛里面了哈。
他刚刚唱完下去也是这样。哦。哦，但是我有问他，一共100岁耶。甲他8岁，甲可能冲的冰爽上衰。是，那现在是被伤害了。对呀，小孩子的得失心不能说他宠了哈。对对对。对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你还年纪还那么小，你就已经站在舞台上唱歌了。没关系，放轻松，放轻松。没想哭就哭出来，想哭你就哭得出来，好不好？就把它哭出来。啊，放松一下，哭一哭哦！我跟你讲，以后唱歌会唱得更好，好不好？好。加油！不要哭，不要哭。对自己要有信心。专心吼，多练多冲，莫个过就糖，就硬冲，多运动，好不好？好吧。加油！希望这个节目下一季再看到你，好不好？好不好？好，下次再来哦。好不好？好，谢谢两位，谢谢。好，回座休息。好，今日8月参赛朋友，我看到我跳摆呢，我也是这样。这个人生必经过程啊，特别毕业时间没实拍过啊，失败为成功之母嘛，好吧？哎呀，按照原来那个成功的动力，是，对吗？好，安尼如果关呢，恭喜，真的有枪是实拍的哈，回去再练习，然后等你们再回来比赛。系啊，哈，安尼今日流行歌曲组比赛，多谢 CBA 辛苦的评审现场，谢谢啊！来看传统组的比赛来。看完精彩的流行歌曲组比赛以后，传统组今日的比赛哈，我相信要十分的激烈啦，哈。因为1对1 PK。系超过88分钟就过关啦，哈，大家应该第一。那介绍下你今日的评审先生。来，永远的先生，罗明先生，李秋华先生，梁峰豪先生。俺的先生介绍的比赛之前哈，俺们有奖金挑战赛。拿奖金啊，送奖金嘛哈。好了，今日挑战的朋友会满意呢？是的，洗露台的。哦哟。对法莲来。法莲啊？创乜嘅歌咧？冲平板。平板，哎呦，法莲嘅细阿哥就冲平板，当小糖多来弹个啦。人生路途难得，好为有限呐，现今路路难行，后今路现呐。呀娘我面拿钱，爱行我好难，贫穷我富那贵呀，命由我天呐！哎，小弟弟你好，主持人好。哎呦，你法莲来啊？嘿。法莲一般爱好安尼山歌的机会多冇？研究安尼歌谣班呐。有啊。有安尼学教方的先生会出来教创客家歌的，错冇？错啊。这样法莲小朋友因为佢要学安尼客家山歌的
机会较无按度。哦，讲真诶，来遐甘去到遐舞台当中，真诶也勇气哦，做分100个赞。什么？哎，真诶。哦，安尼平板，哦，创的一听今日有加分题对嘛？嘿。哦，创嘛阿妈加分题。去大嘴鼓。大嘴鼓啊！大嘴鼓。俺呀，还做啲大嘴鼓。系啊，干人呢？无相同的大嘴鼓。哦。客家大嘴鼓亲好看。啊，来谈看那是。来见识一下。安尼看安尼个哈，小朋友带来大嘴鼓。嘿嘿，孤独是真孤独，阿处多讲卖国药，卖毛钱福秋错。cái theo na lời to chơi tu tu sống sức hẳn theo phu chơi biến sống sức nhiều nghiền chơi chạm sống sức phản sủ chạm chơi yên sống sức ban nè yên ban nè yên lời hiểu trang nghiệp lời hi cao sự xin sáng công kì mừng ơi thằng ấy khảo sư ơi khảo mà kia là mà kê sông sán lời mí thổ thổ mà kê hà sán lời chốc đỉnh lộ mà kê ta chua lời thiện giống cụ mà kê冲出了白羊果。来，高山鼓厉害嘞！他家话讲的真的是很标准啊。而且有一种那种稚气，快些，是吧？腼腆这样子。厉害哈！安尼就看一下先生对今日表现的样板的讲法。欢迎到李秋霞先生。好嘞，你啊，玉堂小弟弟小弟弟，我家看佢坐得嘅后台時，坐的是董建章啊，類似你的法臉哈。你啊，啲小朋友將你按些，你嘟嘟那個專長，唱啲歌曲平板，實在咧冇容易。數學咧本質精神嘅鼓勵。你啊，就是精神獎而本嘢哈。不過唱歌啊，咬死啦，要注意眼神。你看你歌嘅時候，你是多少會走音，因為可能是你按讀到個專業嘅時間，所以你上音多少會跑。眼神拖得好危險，先跟老人，你在後背一加隻虛字音，老人你嘅那你是冇唱到，所以你要你的潤是冇做到腳，潤腳冇做到哈。後肩現在做出來，後肩也是冇關係。你們三個平板三個字係四級八節，一級裡面就7隻詩，條件4隻詩，後背3隻詩是一節。嘛，講到4級8節，所以你啊非常嘅清楚。後肩入面冇關係，本就建議哈。然後面前嘅後背裡面少了一個虛字音哈，所以你啊平板嚟給你分數是冇按過。唔過你後背你加分題，分數就拿到咯。你咁樣啦，這個真可愛。我不，你家條錢去唱嗰時，係要按我，你嚟給你分數會更加好。所以呢，今日呢，所以呢，一平平順，希望你學會再加油。好，謝謝。好彩唔好嗰個加分題有動哦。咁我呢平板哦，每項目變上去啊，冇辦法。歌位就好啦哈。看幾下分數來。鄭玉堂嘅分數。我們過分哦。來，獎金拿來，3000元獎福利，恭喜！有看過人的節目嗎？有。有哈。也獎金跳轉水，衝得以後，下一團你乜嘅點啊？就傳統組嘅比賽對嘛？傳統組。衝下嚟看傳統組嘅比賽哦，嚟看比賽。最主要講到唱歌有情感啦。你感通到人吼，哇，嘅分數一定當好。幾馬皮吼，起1到1個分。像海軍樣唱歌嘅吼，真係唱到又好，感情又好。啊，真的嗎？真的。本金曲歌王你以後一定也是天后級的人物。啊，不敢，還在努力。對。那到時候你要來當我的嘉賓嗎？我不知道能不能唱誒。來，今日出 TV。歡迎李凱明先生。歡迎來到我哋當中，嚟。凱明哥。凱明哥，一色拍個嗬，穿到做到一後生。哎呀，唔清強出到咪？我講出藝術㗎。
你就是最大的敌人，知道吗？哎呀吼，哎呦，无撇晒啦，一次都已经甲动力最厉害。嘛，讲真的啦，按道理来讲，亲强出得没？佢后边嘅亲面前嘅咋？后背有亲面照片上嘅。哦，好少知。哦，演卢卡中哪拍的啦？係啦，哪拍嚟嘅啦？米农人啊，係啊。董事人啊。哦，董事啊，对哈，哪拍的？哪拍的？哦，来看迄咩出道起来。哦。姜贵鱼都贵哦。姜。好了，要后告诸位，去亲强的这个出道嘅味哈，出道的真的就会好做。好，欢迎来到舞台当中，好嘞。欢迎春琪姐姐。春琪姐，欢迎你好。去亲强出道，结果这真的就出动哎。那个心想事成啊，心想事成啊。你平常时是有一等人强咯，有没有强出动？有咩唔啲強我嘅？唔是強，強我輸呢。唔對嘛，咁我廿個實力也較強啊。沒有。那本期心想事成嘛。啊。沒啊。沒。跟人樣嘅啊。我樣嚟哦。要命運安排啦，好冇？那小阿桑話講。我從平板。平板。開咩歌？從羅山歌。好，嚟彈啦。今日我挑戰一下羅山歌，各位來嘅朋友全部順利點球，我要殺到去 PK 賽。看見鬼夜手微微難，你酸甜嘞。呼啦啦就顺眼的啦。放错爱用千万事难，你忘年呢？尊堂依然，今日來參加了 PK 賽，我希望將我嘅對手將我打敗。我心流。
器，伊咧装蓝巴的吼，唔咧做嘛开？来做白管自己办。白管。白管乜个东西？巴音啊，巴音啦。啊，巴音哦。哦，你喷嘅啊？喷塔嘅啊？哦，喷塔的啊？係啦。人家去工作去喷塔的啊？哦。唐人安尼后练感就地慢慢太上。就做有练过诶。喷塔的，安尼一位音乐家，一位专业歌手。农业家。哦，农业家装蓝巴的咪係啊？现场公平好啦。公平。係分享公園有先生。一位大哥，一位阿姐哈，兩沙場嘅山歌有請有講起來特色，像理性上佢唱嘅山歌呢非常的自然，佢果然係噴下的哈，所以佢上日嘛上梁當河，上日嘛請了梁，不過呢佢唱啲老山歌嘅時間呢，佢有只習慣，就講時則時，後尾三則時呢，佢會隔開來。好，就講按流暢性是好冇嘞，佢是按時則時團體，然後三則時接下去，時則時有團體，下則時有接下去，哈。看見鬼夜手臂微拿，還想你係佢講緊特色。但是呢，係講從美的觀點啦，哈，就講一種樣扮演長好理想呢，我嘅意見，係嚟增加佢嘅流暢性。韓國侯小吉兩篇嘅上腔一講啊，唱到一號堂。我講我這個概念有的這個就是說創舊的一種習慣，嘅口型不是每塊都當好，好，比如講人啦，好，因為啦，你的嘴巴，你最後會關起來嘅感覺，好，冇講自然，其實唱山歌一種自然，好，你呀還後邊還還有一種係嘴啊，會更聽痛哈。天上了。喺上另一方面係喺講演遲到這個習慣，可能慢慢地去研究一下。好，謝夢怡。謝謝哈，安尼兩位哈，非常主導嘅嘛，哈。按你看一下兩位嘅分數樣板哈。精彩嘅分數。一位係音樂家，一位係農業家。看下先來看。分數較好來。好，李奎明的分數。這本來講唔正強主導咪，而家還有5位參賽朋友。來看一下，我哋真係主導期來，希望主導期哈。人家出門愛做飛，哎呦望也望你個飛架。一位係音樂家，一位係農業家。看下先來看分數較好來。好，李奎明的分數。好，接下來看何俊傑的分數。那朋友香港可能那個數位化可能做莫拿8的本身上色。你嗰啲啊，8的冇關係。關係冇。因為家李奎明先生，家熱創嘅生活當落同當落逼起嚟啦，逼嚴。按何春琪手指作家，你講完咗先生講嘅，你追血，哦，你創個模啊，一震動嘅導演跳從，唔啲係按叫我體痛啊，講咩個話，你追得停嘅體痛啊，唔。最口型非常重要，會吃嘢，創國昂人，他會你會更加好嘅實踐，嚇，加油嚇！好，安住先，恭喜陳吉志啦，過關，奎明哥，拜謝哦。唔會，
哎呀，哦，汉语哎，个有看有拜不复活嘛，可以叫叫做，迄魔法汉语规则过来变，好不？哦，排队哈，回做休息哈。好嘞，麻烦海军站的厨艺嘞。哦，真的是恐怖香哦，怎样撒？好，来到舞台当中。哎，演三哥。要不要出声吼？哎，你今比迄 PK 赛嘛吼？对。哎呀，我厨艺 V 嘛。嘿。请讲出到没？遐全部迄大哥哥大姐，大家同会送，大家爱去讲啊。全部有本压力呗。系啊，给我经验丰富啊。系啊。矮生小学生。无啦，佢之前就比过流行歌曲嘛，哎呀，也就比传统诶。嗯。但是10分来讲，请讲出到没？也含有5米参赛朋友。T 牌哈，系 T 牌。T 牌。T 牌哦。T 真难嘅咩？桂兰姐姐。哦，做粉红色嘅吓。伊咩流行装转过来。哦，激动要冲哦！哎呦，哎，来看一下，看要真的出道期来，希望出道期啊！哎呦呀，都墨菲定律这样嘞，好搞这样嘞，你看，甲哈开民国，讲出道春季季，也要出道桂兰季。要好搞的，好搞的咧！我想用桂兰。哎，桂兰是主持人吼，哦，很厉害哟。我做专业买签乐透的吼，也冇办法，嘿，要多多这样嘞，命运的安排。可能神明的吼，哎呀，安排好好的啦，吼。不能飙一下来，挑战一下来。那带来哪个歌？带三国志。三国志。啊。哎，带来梅剑法，手挑歌曲。哦，来，弹开啦哈，来。今日又来比赛喽！今日冲冲要的 PK 赛，虽然佢哋有大哥哥大姐姐，大家之歌王歌后，不过喺演上冇得嘅强气，希望今日好成绩，加油！夜光摇来玩啊玩啊，彩天流边啊，夜到失望啊，秋白了烟啊。流来流啊人啊，有颜了分啊，千里日莫言啊，一线留看哦。今日来呀，老叶大擂台 PK 赛，我真有信心哦！今日要让对方老给打败。每见一泪自天发，自天参多每树哇。树参发来发参树，哎呦树造发恰不分家，哎呀哟嘿嘿哟，树造发恰不分家。
见一泪没有淡化，风花了叶来摘，人家出门爱做飞，哎呦忙也忙你个飞街。 哎呀哟，嘿嘿哟，梦也梦你个飞家，个飞家。哎，梁威真的是强势呢。系啊。强对强，其他强。梁威拢之前对刘行祖啊，又在。我望從我望下 T 敗來啊 ！T 敗來啊！我杯畢業啦，攞杯啊，好攞杯啊！誒乜計？他叫共同會創啊！冇樣。所以唔要去比過是吧？攞杯。要小比賽啦。小比賽，要得到乜嘅點？去年的那個客家文化館嘅田傳業的有冇？第2名啦。係啊，哦，難怪啦。那個不小心夢到的。難怪你演上過會講哦，他剛你真的比較謙虛呢。木蘭小比賽，哎，我聽，看我聽，啊，聽你名。來，我讓羅英先生。好，今日兩位參賽者吼，在我嘅咧談起來呢係。 不分上下吼，就是應該個實力，香港就會改進嘅為數冇強用。整體來講吼，先講你係燕城大哥吼，你哋係3個字，其實你技術談起來冇問題。不過呢，你係加強係乜嘅呢？就係應該才應該你係韻味的這個表現度能夠來下功夫吼，就係講應該你係每套係掹，然後你係3個嘅精心唱出來。所以呢，談呢唱歌冇埋問題個總係從冇到你係心肝獨喜吼，香港因為注意哦，應該係帶音愛聲意，吼，因為你日從帶音呢，應該橫膈膜一放鬆，吼，你彈起來音韻入準，唔過總係咧你上就冇講。送愛了來了啊人啊，有緣了福。 好，所以你係呢個部分嘅問題。下一個咧呢，講你係貴人者吼，強容易從你係小條歌曲，從你係屬每件法係最好表現嘅感情嘅一首歌曲吼。當然你唱起來，你係感情啊，韓國你係技術彈起來，當場冇埋問題。唔過呢，你係去想哦，你係小橋流水，你係上進去入點，你係美景的感覺。唔過呢，我只有看到小橋，你沒有讓我感覺到有流水。好，就會這個美景好像還少了一點點流動性，所以嘅流暢度會加強。哎呀喲。 慢，然後客家的讀入冇強容嘅表現，用伴撈機表現到很生動、感同音，然後你係加強嘅味素。好，是夢的，好，謝謝你，謝謝。好，那你就來看一下梁威嘅分數啦，好嘛？好，先來看展燕上嘅分數。過分呢？係啊。哦，咁你。 而家羅燕先生對人嘅評價跟人嘅分數有可能會較高，哎呀！就是分已經拉高嘅啊！當高嘅啊！哎呦！嚟，繼續看一下。楊桂蘭嘅分數。哦，謝謝我們是沒有承讓。身派哦，是啲梁van博先生，梁van博先生嘅分數啊，特別高。哦，拿到27分。 我當然兩沙比賽嘛，兩沙 PK 哈，當然是佢兩沙應該一種分數嘅表現哈。
特别个占线上哈，我谈佢尤其從個三個字哈，對於三個字嘅戰線嚟講，佢完全是冇發揮到啦哈。日文講咧，像佢夜江流萬啊，你流暢度全冇啊哈。所以而家完全而家初學者嘅嘛哈，所以係咪所以？喺我嘅每生嘅位數嚇，每生係高啲冇。你從我上去要上得起樣，即係板東我嘅卡連嘅樣感覺係樣嘅嚇。喺我哋講嘅張桂蘭嚇，佢雖然講咩從度當流暢，咩講當十分好嚟講，但是梁生應該嘅比較感覺起來嚇，我是講梁生要慢睇嘅落差，我感覺係樣嘅啦嚇。好，謝謝，你無啦啦，你呐，唔免也是實力無強，90分嘅實力已經當強嘅，哎呀，但是你冇乜嘢做到，厲害，唔吧，還有敗部復活，因為也分數差不多90分哦，所以敗部復活比人救過來嘅幾率很高。當過哈，係啊係啊，應該首選。先休息一下啦，恭喜啦，恭喜，好啦，先回多休息哈。好，海俊，再嚟處一下，有 CV 嘅參賽朋友啊。啊，分享，請請先。好，搶來到人嘅舞台當中。係，你好哈。你好，主持人你好。也十分準創嘅 AV 人呢。睇過。好路向前啊。好路向前。唔咩客家人啊，但是唔講嘅客家歌、客家話，學到按讚。也精神黨好。請講出多乜嘢？清亮啊。還有3 B， 前面嘅3 B。都是老將啊，其實都很強。羅水蓮、莊依雲、陳淑貞，都受環境。受環境好了。受環境好了。啊，唔係處受環境咩？你講嘅都是處嘅多，受環境好了。哦，受環境好了。你較講出到球出來哈。哦。沒有順你意。老將。老將。莊依雲啊，歡迎來到舞台當中。哎呀，阿姨。哎，演技啊，我想比出道應該還好哈，心情唔會當緊張啊。我有人道。有人道啊？有人道，冇啦，平常心啦。先講啊，就像歌星特別最近都要表演嘅時節啊，上夜木卡冇吼，哎，排聲係寒道，係冷道嘅。去奧多拜冇架傘啦。去奧多拜冇架傘啊？去奧多拜來啊？唔係，就冷道啊，要去到當冷樣。咁今年唔好去奧多拜，出差就會，行嘅你會。哦，來啲出差啦。好啦，今日比出道也算命運的安排啦，哦，哎呀，啊，青春歌呢帶來乜歌？小跳。肉漸漸法，肉漸漸法，哇，一個好多小跳戲嚟啊！你啊，按呢？你願意？肉山歌，哦，肉山歌嚟唐亮邊嘅表演嚟。我是從花蓮而來，雖然很勞累、很辛苦，我還是來參加這個傳統歌曲的 PK 賽，希望能夠 PK 成功。
寒山上来渐渐化，梦从那年落来哟，来哟来哟，遍寒山上啊梦啊重演。狮子送了山啊。陈淑贞很爱学姐啦，但是我们班上她是第1名的，故乡长沙。我今晡日来 PK 赛，希望我PK 成功。山改错。唐州，天福树那，后上了。唐州那为啥忙那？真的哦。有朗读哦，咁多，哎呀，嗓音比较有磁性哦。哎呦，嗰種煙熏嗓當小朋友誒，一啲熟啊。但是你看，嗓音小個有嗰個一啲啲咧啦，跟下做個動有特色啦。但是你唱過個音嘛，當準啊，冇乜問題。冇嘛啊？一隻樹唔係電動啊。做嘛？喺度啊。哈？喺度，所以我徛唔得，徛了只，徛了只，唔是徛關無關。要精神可嘉嘛？哎呐，錯嘛？哎呦哎呦。用你嘛愛來，存一結束嘛愛來。喊好哦。動好哦。身體過來哦，哦，係啊。秦順哥蠻厲害啊。伊一直唱歌剪刀石頭布。剪刀。剪刀石頭布，下擺 OK，渐哦，動作要擺漸法，閉住了，知道誒？係伊條咧睇真逼啊踢，安尼推下踢誒，剪刀他出布，我說我贏了。即係你睇下你幾舊啫？對，唔會快教。兩位唱到樣板啊，你唐先生來公平下嚟，好嚟。有請秋夏老師。
哎，安尼，你认记亲大宋，亲大宋，共落说法哈。不是讲，唐国聪嘅韵味真强哦。我最近今日可能是朗读，像我今日咩朗读我要来哈。我说今日几首歌曲，你韵做得真强，不过你个诗啊，同你嘛懒散、懒吟，你自己有感觉哈。所以今日几首歌，唐到了是清口式啦哈。一讲了动到杂啊，唔一样咪讲起哦。三个一上嘅时间，一个你上面是包嘞，太太上后边你属于稀有不足。山改错，太太上啦。咁就建議啦，你講自由人創嘛，你唔會講車到一兩人創啊。而家幫我今日嘅創況唔好，係做咗嚟輸贏黑夾到嘅，唔記車到係一兩人創嘅創法。唔咩樣創法啦？你準做獎，後邊根本翕不足咯，是夾個好數碼咧，嚇。係我睇嘢寫資料，因為強咯，係亞學堂一立體啦，嚇。老年、後生、不十萬，嗱基本上今日嘅幾首歌曲表現都冇講清好，嚇。安尼咧，車前順太歌雖然唔係客家嘢，唔過佢今日所以咧表現咧不差啦，嚇。小跳嚟講咧，路漸漸發，青少年唱，呢首歌曲，我哋表現不容易。不過有幾隻詩咪強調，連喊冇連喊，喊最 happy 嘞，連喊神生，連喊神生昂莊嘅哦，唔係連喊呵。漸漸發冇讀漸漸滑，發啊，然後康師爺是總的兩隻詩啦。連喊神生來漸漸滑，夢中本上講，今日呢種字，今日那係講冇嚟講，而且都能夠變高嘅。不過今日是清大爽，今呢還有進步空間。呢種字合肥係有機會再來，好冇？好。冇咁煙啦，睇起來。係什麼嘅啊？冇一天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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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嚇。冇一天哦。對啊，係冇一天，因為 CBA 份數假喺度冇，係啊。來看分數哦。哦，來看一下，來。差錢順的分數。我61分。我想咧，可樂園創多人河91分。可樂園創安過分，認真哦。嚟，總議員的分數。差多1分。哎，差多1分，而且很過分呢。哎呀，90分呢。唔敢摸啦。拜不復活吼，叫我看分數，哎呀，人家分數按高，應該係上先生，我本留下來咪冇一天哦。係哦。好冇？你要分數就自由班的分數哦。哎呀。可以做板中哎。哦。做板中，可能先穿衣坐一下哦。哎呀，看拜不復活要把它轉來嘛哈。好。一恭喜哈。係，車太哥。哎呀，恭喜啊哈！係啦，我回咗休息好啦。好啦。人多哦，一來都安呀，棚內都方有客人。係啊。哎呀，真係當大爽。當大爽。係啊。冇啦，差1分，天我想應該冇乜問題。嘿，冇人多話可能會99分。而家存2位，嘿，先出1位。陳思哲。另外1位呢？羅水蓮。哎呀，水蓮第1好啊。是乜嘅呀？那中國還是東西？喝水。哦，喝水。哦，喝水。沒什麼嘅保養喉嚨嘅乜嘅喉糖嘅乜嘅。沒有。有嗎？我啊。媽，我偷呀媽東西。他問我說有沒有保養喉嚨的，我問他口袋有沒有。哦，來唔出嚟，邊嘅，車飆落去啊！哎呀，上來舞台當方都開始變嘅啦，嗬。世界乜嘅輪乜嘅東西咩來唔出嚟嚇？唔出嚟。好，今日帶嚟乜歌？羅山歌。平板。來唱看，來。虽然我是闽南人，唱客家山歌，但是平常有空的话，
我们会几个朋友一起去练歌，也是很认真哦。今天的 PK 赛，希望能够把对方打败。上剑地。 冲浪，本妹对那，阿妹了。 冲来呀，本个河南。虽然我只见好练才，不过我有信心，让爱对手 PK 踢。 水莲子啊，应该感讲创嗰迄阵立秋也是真汹涌啊哈，往我来转弯转弯世界哈，还没唔对，转来转去哦吼，九弯十八拐。迄次都感觉讲吼，水莲子创个种说阿妹的声音，哦，相当蛮娇嫩的，蛮娇嫩的。但是人家创啊，我总嘛我看一下呢。 有摇头安尼，冇个原因。不舒服，哦，喉咙不舒服，不舒服这样子。因为我扁桃腺囊肿，
哈，因为有来参加，已经海选了，是哈啊，通知我要来唱啊，我就把这个延后。有没有开刀的？是不是？吃疗了没？对，以后啦，慢慢来，先冲了样讲，唱了再说。唱了上来哈。唱到以后啊，一组自然是好的呀。因为人家陈淑贞很爱学姐啦。更爱学姐。其实我们差不了多久啦，自相残杀。但是我们班上她是第1名的。第1名，你讲的呀，佢特别鼓励我啦，我当好旁风啦。他的天分很好。我当好旁风啦，我上来鼓励我一个，我特别讲，我老嘢都干掉啦，其实唔係我冇辦法啦，我上来鼓勵一家來下山幫掉學啦，給自己信心，互相殘殺，先太上養人。你用個好朋友啊，你用辦啊哈，跟冇這個都是那個某商行啊。這個樣子是唔會啊，不會，真的我們都很那個，不會啦，好夠啦，係啊。反正有樣有輸嘛，對吧？輸的唔怕，喊你派再過來拼啊，對吧？係啊，贏的就恭喜佢。唔怕啦，隨緣啦，隨緣。我們才學不到1年啦，我們都是一樣啊，他比我多學2個月而已啦，不到2個月。啊，我們老師就說，你們學會就去比，1個月學不到1個月叫我們去比賽，我們就。戇是比啊，嘛唔知按落目搞去驚啊。哦，按到所以唔怕啦。哦，人家發一朵呢。你睇唔出來有扁桃腺囊腫嘅問題呢？咩啊？冇講啊，係咪冇來啊？你發案朵講到扁桃腺囊腫。冇先講法，先用本安尼錄音老師講好冇？好，來，羅老師。好，因為兩位太姐吼，對我來講，從迄個不分選址，用辦講呢，其實我本來想係本嚟瑞蓮姐吼學高分，唔過呢，你從到嚟聽意見吼，14吼，改片就當係後水卡到人吼，韓國嚟提時件吼，唔啲耐熱。張雄鳳吼，唔啲耐熱嘅時間係到耐，了就是好接到熱。了就是那些你團體嘞。冇運動安樣型啊，因為佢係要技法，吼，我老啲團體就缺少了技法嘅完整性，吼，所以咧係呢個。缺點會改進。唔過呢，講實在，基本從起來，我彈起來就下舒服，吼。唔過就下打爽啦，吼。就係你係為說我去到你錯誤太明顯，吼。和雜個來講你素貞姐，吼。其實我去到你做的改進嘅為說只有就是這樣去。因為你嘅上任，跟人家當場輸呢，如望來到強很來球咧，吼，衝到最尾期，半個貨，你就是當明顯彈起來就係甜咧。衝來呀，半個貨呐。所以應該係唔係去聽歌，就係講你從嘅方法樣版來調整，因為我彈起來貴屬歌曲吼，唯一覺得不舒服嘅位數就係上任聽漸，吼，冇其他對我來講，我覺得感覺亦好，吼，就係貴屬歌曲唱出來本應彈到吼唔會緊張，咁樣就係好嘅歌曲，吼，本來建議，什麼意？謝謝哈。你用咩 PK 都嚟看分數嘅啦，嗬。好，觀眾喺度有陳淑貞嘅分數。謝謝，謝謝。哎呦，就是你分。學姐，你也不會輸他哦。沒有，我閩南人可以這樣，他很認真 OK 了。他上課最認真的，真的。對。那我來，因為我是閩南人，我必須要更認真。哦，閩南人啊，哦，他很認真。哦，最終係客家人用啊，從好老講啊，偏你出3分力啊，出到8分力啊嚟啦。真的哦。
那客家人啊，创好老公啊，存做上半年。有天分，有天分。好啦，嗰陣時我要出到學啊，出用神命嚟創歌呢。創進別行。哎呀，來看另外一邊。動作快，落4點的分數。謝謝給我鼓勵。謝謝，熟鳥男，謝謝。97分很棒了哈。對呀。咁我剛才聽評審聽的那個，你想這個會得到多少分啊？我沒有想呢，沒有想，就盡量唱而已。盡量，也沒有想到會抽到學姐。我沒有想到最後輪到就剩他們兩個。兩個自相殘殺。先讓學姐了，好嘛？哎呀，按兩個分數按過，可以辦法敗部復活嘛，好嘛？謝謝啊，勇氣兩位哈，謝謝，回頭休息。安尼比踢咧，都帶有一道 V 要做咧敗部復活戰的安尼節目當中參加比賽含啲哦，本身上送腦筋哦。啊，我相信大家要當好唱歌嘅吼，啊唔重要就報名，結個打電話嚟報哈。哦，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陳真天發0227778231。誒，等下到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因為呢，我們多謝辛苦嘅評審組長，謝謝安子飛。多謝小飄，謝謝老師們，安子飛。同時，大家唔記得下禮拜同一時間嘅時間呢，鬧熱大擂台，鬧熱中下來，各位伙伴。